梅花鹿呢？梅花鹿哦，多位会使看到野生的梅花鹿。这你问我就对啊啦。你讲绿岛。绿岛，嘛唔对呢。对呢，而且绿岛较早是叫鹿岛呢。鹿岛。足侪鹿啊，鹿岛到尾也变绿岛。是安尼吗？是安尼，拜托。无可能，我袂讲是真的。是真的。但是今仔日咱要伫咱本岛。本岛啊。看一个什么所在？野生的，毋是绿岛，本岛。本岛我都无啥知啊。去南部，我知影差不多垦丁遐敢若嘛有诶。是嘛？垦丁，但是垦丁足大，今仔日要去的所在是倒位？垦丁的倒位？是一个足趣味的魔法树脑。哦。社顶公园哦。社顶公园，你有去过无？敢若无印象呢。是一个部落哦。人讲我拄仔有讲魔法树拿，但是伫咧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啊，迄大自然足趣味，足水啊。日时呢会使看鸟啊，看叶啊，暗时会当看火金菇啊，生态足赞的。哦，安尼来邀请我的气生队员。气生队员，嘿，用力啊！嘿，欣味啊！我是用力哦！我甲你讲，你若甲用力吼，坐公台车吼，一路安尼落有差不多爱上8摆变数。你身体就好呢，系啊。身体就好诶，你不要随放出来啊。伊讲我呢，我差不多爱8届，伊差不多爱7届。差不多这样，所以我有力哥是爱去垦丁佚佗，你是爱去垦丁上班？唔是，我是拢是去垦丁去用看啦。但是垦丁伫海，足侪海边有人去遐耍水去游泳。是。啊，我拢会穿比基尼去用翕相。谢谢。欢迎你是穿比基尼去用警察去讲过，你在违规哦。水甲罚钱啊！你讲穿比基尼扮梅花鹿，更较有可能。啊，你嘛现在。今仔日要去垦丁的社顶，社顶有熟吗？恁知的？社顶伫咧垦丁的国家公园内底。是。哎呦，你了解哦。我了解啊，我想的同款。系啊，我本。好啊，咱今仔日要去社顶哦，这个部落呢，就爱有带头的人。我的导览先生呢，伊足古锥足特别，伊家己是排湾族。自细汉就伫魔法树林大汉咯，伊自细汉就听大人讲足侪大自然山内底的故事，花啊、草啊、树啊、虫啊、鸟啊，拢是伊的好朋友。内底阁有足侪足趣味的智慧哦。想要知影大自然有偌神奇吗？欢迎我的导览先生魔法树林公主哦，Kiwi 老师。大家好，公主驾到。哎呀，你讲的你好，你好。老师今仔日导览进前，咱有考好要看者。有，准备好啊？准备好啊。好。垦丁的山顶藏秘密，对我的脚步来找宝，社顶的风景上有道。欢迎。Kiwi 老师你好。你好。你顶悬写讲你是为龟啊，真歹念对无？伊叫龟子鹿，嘿，发音叫库拉鲁。古拉鲁，嘿。哦，迄个是鹿哦。嘿，鹿，含鹿共名，共音鹿。因为使用的用吗？对啊。一个用一撇。哦，顶悬有一撇啦。嘿，对啊。你是国文系，你有看过这个字吗？无看过。就是就歹写，所以甲改名才叫社顶。哦。哎，就是安尼改的。所以你迄个所在真正有一个魔法树林哦。一定有的啊！我就是伫树林大汉的。哎，对。啊，你是排湾族的？我是排湾族的公主。
听讲我的名就是公主才会使号的名。哦，参见公主啊！无。Kiwi 这就是公主的意思。通常阮的名是传承的，嘿，咱会顶一杯。若是无安尼名，咱袂使号安尼的名，这伫台湾族是足禁忌的哦。嘿，你平民袂使号贵族的名哦，嘿是安尼，嘿对。啊，恁遐台湾族拢讲台语哦？对，这就是重点。酷呢，很酷。台语讲了有够好啊！敢若沈文成大哥嘛是台语讲了比原住民话更较好，相关意思。嘿，伫个乡村。原住民拍招呼的时阵，嗨，头2句是原住民的话，第3句沙米基就到，沙米基就是槟榔，槟榔了就开始讲台语啊。哦，这甲阮生活的环境有介大的关系。老师，你今仔日有足水的破链呢，足特别的破链。有吼，这我家己做的呢。还用啥做的？这吼就是用树脂，嘿，咱进台湾讲要迄个除掉绿癌，绿癌就是银合欢，银合欢，咱有食过，咱长食，长去就食嘿，豆啊，迄叫绿癌，嘿，伊是外来种，伊就是侵略咱的原生林，嘿，阮细汉时阵就是去迄。满这银合欢的树脂，甲伊撒的，撒好软软，用尖甲线甲伊添起来。这我家己添的呢，有水吧？水，看袂出来是树脂做的。个红红这粒有看到无？有。嘿，个我的手，嘿，这相思豆，甲伊撑起来，安尼，伊就当做破链甲手链啊来卖。阮敢若卖这会使来家己注册。哇，家己卖甲会注册？对。嘿，所以这是阮自细汉是，互阮是生活最重要的一个迄个工艺品。哇，我感谢大自然。对，这拢是来自于大自然的。对，银合欢伊的台语叫金菇干。金菇干。嘿，所以阮叫金菇干莲啊。哦，金菇干。嘿，金菇干。因为吼，金菇干吼，来，咱来，这吼，家己种是毋是？无。这有特别的艺术，黑白就是迄个咱的百步蛇的艺术。这守护守护相思。这手链啊，这拢手工编的嘿。咱来这条。红色的是什么意思？这乌的。嘿，伊这拢有用相思豆。真咱的迄个工艺的手法愈来愈先进，所以会当编甲佫较水。来，真水呢。有较大条。因为我是讲你闪闪啊。对。伊这会当摕起来送伊的老婆。因为这是相思豆。百步蛇呢？够水耶！够好看。搭配，我嘛有哦。搭配嘛有，搭配嘛有。嘿，特别互恁两个黑白配，搭配会较女生，有水无？哦，这个有声呢，有声有铃铛，嘿，原住民都喜欢有铃铛，水哦。咱干那挂这拢袂记讲，咱今仔要来听故事。多咱一个，来欢迎 Kiwi 老师。好，安尼先别欢喜啊哈。我这水。大家好，咱今仔要来带大家来去社顶佚佗，大家对我来哦吼，社顶真好耍哦。来去哦。好来。大家有看过这只鸭啊无？咱的蝴蝶，伊的台语叫鸭。你看我这条足型的呢。对，其实乌白这两个色，伫咱的台湾族来讲，伊是足重要的色哦，包括白布蛇，包括我逐天看到。伫我店头前，逐天飞来飞去，这只叫做大白斑蝶。大白斑蝶。对，大白斑蝶吼，伊的台语叫迄个大笨蝶吼，大戆蝶。伊足戆的吼。因为伊，你唔管你安怎讲吓惊，伊就是慢慢啊飞，所以我拢叫伊大戆蝶吼。这大戆蝶吼，伊唔是干那看水哦，咱拄则是毋讲。这个纸啊，做的这破链，
阮下点来创啥？注册。注册。阮细汉吼，因为阮社顶伊的自然环境足尔啊丰富的，所以足侪椰啊。啊，这椰要创啥？吼，下点你也起来做标本。哦。嘿，啊，就有人来甲阮收，啊，迄个时阵标本拢日本人咧做。所以即只。阮无甲叫爷，我嘛无甲叫大公爹，阮甲伊叫啥？恁知无？叫日本话，日本，伊叫乌狗。乌狗，放晒点扣扣。够阿文嘿。放晒点扣扣。乌狗是日本话，就是迄个大白斑蝶。哦，伊的日本名，嘿。所以阮细汉无咧叫伊大白斑蝶，拢叫伊乌狗，就是安尼嘿。啊，这掠起来吼，啊，就爱去阮爱掠活的，啊，放大裤仔底，啊，人会来收，啊，来收的时阵，就算看几只。哦，用价算钱的。嘿，啊，这是阮的零用钱。这爱咱这种保育啊，袂使学白了吼，因为蝴蝶介水吼。啊，咱的社顶公园迄个区域吼，这自然的生态。啊，像这你若看到这马英丹，你就看到迄个鸭仔伫遐飞来飞去，因为迄是伊的蜜源。是安尼，嘿，过来，咱进是毋是已经暑假要来啊？对啊。嘿，啊，恁会去迄山顶，拢会看到介济足济无共款的菇，吼，这足重要的，这是阮细汉抢时间采收的一个菇。有听过鸡肉丝菇无？鸡肉丝。嘿，因为伊煮起来像咱的鸡肉，佮比鸡肉佮较鲜甜。哦。啊，伊咧发的时间介特殊哦，毋是逐工有哦，而且伊吼介有个性，伊安怎用人工甲伊栽培，拢无法度成。哦。嘿，咱看买日本，嘿，迄日本菇嘛足贵对无？毋过煮起来就无遮好食，所以吼这鸡肉丝菇伫咧咱差不多食长了，就是端午节了有无？伊个会开始发。啊，伊差不多上加3礼拜。都无啊。3礼拜的好发期。哦。嘿，啊，你3礼拜了都无啊？哦，你这差不多要到啊。对，你若食长了，你就阮就逐工爱standby，会知影透早来去采菇。爱透早哦，你袂使过昼，过昼就烂去啊。伊是差不多2点3点开始捕出来，4点钟了伊就烂去啊。啊，6、7点就烂。限时采收。珍贵呢。对，伊足珍贵的。啊，因阵无冰箱，拢爱现煮。所以阮煮鸡肉丝菇糜。想象一下，鸡肉丝菇糜足好食，所以这是阮足重要的食老师物。莫讲伤济啦，因为你今仔日无在。你无在啦，阮加工好的。啊，我要来的时间都还袂发啊！啊，我有炸另外一种。哦，对。大家看者，有看到这生伫咧草堆内底的菇无？这是菇，这有菇。这这毋是。这是西菇。啦，人嘴有够好诶。因为阮足神秘的，这一块一块这。嘿。有听过无？情人的眼泪。哦，雨来菇，耗子你真正是有够你啊厉害。讲到就爱食。雨来菇最好食呢，就传来，嘿，大家食看卖。来哦，我来帮。啊，我今仔日吼用凉拌的。啊，凉拌就是因为咱这乡村的长头当着时，嘿，啊乡村的长头介甜吼，爱家凉拌，嘿。安尼食吼足开胃，吼，一般咱若去乡村垦丁的餐厅拢是炒卵，炒卵，啊对，应该炒卵较济。哇，你食几汤诶？我食素，我食。安尼有在顾一咧。啊无恁哪食啦？吼，啊，咱搁继续介绍咱后一个所在啦，好无？有去过迄落社顶无？在座的来宾，啊，有去过垦丁无？有吼，恁知影，大家到垦丁的时阵，拢袂记哩垦丁顶悬阁有一个山。拢去海呢啊？其实伫个垦丁山顶有一个所在吼，这内底拢总是安尼的珊瑚礁的地形。啊，这个珊瑚礁地形，你看这人安尼比例，这真悬哦。珊瑚礁这毋是石头哦，这是珊瑚礁。这珊瑚礁。真的。真的。落多久呢？落多久？咱搭配有咧唱水对无？搭配看到的落迄个珊瑚是活的。是。
对，啊，这是40万年前。哦。这40万年前就伫阮社顶哦。哇！这是古迹呢。嘿，要讲古迹嘛，应该讲化石。啊，所以伊这个珊瑚礁地形，伫咧阮社顶2个公园，拢总是，因为伊是备受保育珍贵的高位珊瑚礁。哦，最悬的所在。对这会使讲是台湾的大峡谷的感觉。对，伊叫你哪会知伊叫大峡谷？嘿，因为咱会拢改号，嘿，咱有号名，有大峡谷、小峡谷。嘿，啊，过来吼，大家看者吼，这是叫做峡谷，峡谷是开放的。好，开放可以看到天空的，叫做大峡谷，峡谷型的。啊，还有另外一种封闭型的，嘿，咱来看后一张封闭型的，佫较特殊。哦，这个是钟乳石洞。哦，啊，伊这是安怎落去？形成的，就是当咱的抬升上来珊瑚礁，啊，这是不是会落雨？落雨时为这个顶啊，滴水滴落来，叫做钟乳石。啊，伊真滴落到裤骹的时阵，来，大家看卖啊咧，这叫做啥？为下面发出来的石柱九顺，嘿，啊，伊发出来时阵，啊，伊若接做伙的时阵叫石柱。咱来看一个足特殊，我细汉足介意的伊的景。哦，来，大家摇一个。哇！恁看这像啥？发水手啊！伊叫宝莲灯。宝莲灯。哦，较早迄，咱较早的灯吼，拢有迄纱包伫伊的边啊，安尼啊，伊迄个灯会足水的，对无？啊，伊这就是迄个形。吼，你看这安尼有无？这有像迄丝安尼落来无？吼，啊，宝莲灯，啊，细汉阮阿姨讲，你爱定定去甲宝莲灯讲话，嘿，因为吼，伊会互你变吼较巧，吼，啊，较自闭安尼吼，啊，其实拢骗囡仔，囡仔歹带大安尼讲，啊，因为阮不是拢是伫遮的珊瑚礁地形走来走去。哎，你若无小心甲用登记，伊迄几百万你才。无啦，这伫迄足悬的。哦，这足悬。这伫足悬的，伊迄是伫迄。洞内底，所以这咱摸袂到。除非你想要去甲伊刻落来，迄就非法，吼，会着。嘿，啊，这就是咱伫迄个地形来讲，伊是足魔法的。随时你会看到安尼，哦，啊，搁有迄敢若先搞，搁若先啥安尼的形，就是家己去吼想象就对啊，嘿。所以这就是你讲的，伫咧公园内底。公园内底，伫咧社顶。内底会使看到水泡石咧。嘿，你伫咧社顶，吼，2个公园。你拢会当随时看到安尼的地形。哎呦，足水的。这算是国家的公园嘛？哎，这种国家的，啊，过来，大家看一下。山啊！你看到啥？山啊！山啊，敢有遮简单？山啊，这个想水蜜桃，水蜜桃，哎，淡薄仔像对嘛？好，毛毛啊，毛毛，哎，讲到重点，来，伊叫做毛蛆。蛆啊！你有大家有食过蛆啊嘛？有甜柿，软蛆啊，伊叫毛柿，有发毛的蛆啊。恁的蛆啊哪这色的？哦，阮的蛆啊足天然的，啊，毋过我先讲，咱今仔日有载伊的本人来，啊，毋过本人还袂熟，但是有毛，因为伊爱7月才会使。熟啦，哦，真的有毛咧，食起来是偏酸啊，偏甜。伊足甜的哦，足香哦，嘿，啊，伊即个吼，若熟的时阵，规粒会转红。啊，伊转红的时阵吼，哦，足香的。啊，细汉阮爱甲搞小枪，啊，这门爱甲伊卸掉。啊，伊个内底的肉就是像咱的，食起来有淡薄仔像咱的咱的迄个啥。枇杷，枇杷啊，枇杷味，啊，搁比枇杷较香，嘿，安尼，啊，伊内底有籽介大粒，伊手看起来足悬哦，伊下顶足悬的啊，因为你看伊安尼来恁看哦，这是伊的枝干，差不多我的手骨安尼，较大支淡薄，对无？这是伊的枝干尔哦，你嘛看这吼，连我无点哦，因为这张树啊，伊是真是国宝。国宝，这就是咱台湾的海炭。听过海炭无？就是毛蛋，嘿，啊，这台湾的哦，拢袂使去偷错。好啊，所以这伫早前吼，阮细汉啊无遐尼啊济规定的时阵，阮会去扣这伊的茶心，
吼，内底爱家做啥？做乖啊，还是猪？饭时，恁厝里有乌乌的饭时无？乌色的，是，就是这黑炭哦。老师今仔黑炭是毋是咧做迄什么沉香的原料？就是迄，无迄摕咧水内底浸落去的，所以伊迄浸落，你讲到重点。养鱼的大只，迄较贵的，迄鱼缸内底拢有造景，拢用黑对，炭。因为伊都袂吸水啊，搁来火兄拢袂倒。所以伊是足珍贵的一个迄个木材吼，茶心。来，我有炸来哦。有炸哦，你客气咧，就水呢，水的。安尼，咱会当做烟啊，嘿，对。做烟啊，炖烟啊。对。啊，你甲看这安尼细细枝啊有无？这有70担。70担的。这爱70担才会生这个茶格。啊，伊生就慢，呢，嘿，啊，所以这安尼这支细细枝啊，安尼爱70担。哇，嘿，所以足珍贵的。嘿，很好摸的。伊迄油是天生就，伊天生就是金，所以看起来金。哦，毋是你甲拆起的啊？无，伊迄你若家磨过、烫过，伊就金啊。哦，所以伊是足珍贵的一种的迄个团家一宝，拢蒙甲油亮亮。可能介侪人摕咧蒙啦，我拢互伊蒙看卖，我无送伊啦。嘿，我咧倒垃的时阵，我是讲，我顶管嘛袂歹看，袂歹啦，无要送安尼。后一回你若来阮社店佚佗，我才做一个 special 的送互套子吼。好，来，好，各位，神奇的地方来了，嘿。什么神奇的物件？什么？你嘛知影吼，因为咱拄爱跟倒咱一个啦吼，啊，咱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因为咱对垦丁足熟悉吼，啊，毋过咱对垦丁的山顶无熟悉，阮的山顶伫迄竹林内底，吼，暗时啊，有一种会发光的物件，啊，真足侪人伫迄暑假拢要来去找这个发光的物件，会发光啊哦，用看卖，哦。无神啊！我嘛是遇到这鬼火，贵啊！发光一定是火金龟啦，不是火金光，就是贵啊！火金这简单吗？无这简单。来，咱搁有一个来，伊是伫个生伫迄竹头，啊，毋过伊发的时阵，吼，爱伫迄暗时啊才会光。嘿，啊，搁来就是上好是有落雨的时阵，伊会搁发了愈济。所以是这种植物就对啊，毋是动物。伊毋是动物。有发光的植物，什么植物？啊，搁来伊足细哦，啊，伊袂飞，袂叮当，嘿，啊，伊就是遮大丛，袂搁大丛啊，安尼。是啥物神奇的草啊吧？毋是草啊。唔是草啊，植物唔是草啊，就是树啊吗？菇类的，敢是菇类的？菇类？哎，因为你植物。讲明者，嘿，莫甲我带。到底是啥物啊？落雨了后会发光呢？会搁发愈济。哦，真正是菇呢？嘿，有这种菇？对，伊的名叫做荧光蕈。然后阮镇有互伊一个名叫垦丁小菇，小菇，嘿，垦丁小菇，夜光小菇，嘿，夜光小菇，叫垦丁小菇。啊，有大菇甲二菇。啊，这袂使食哦，这看咱拄则讲迄无共，这袂使食。这袂使食，这会光偌久？吼，咱紧。暗时啊，看到伊的时阵，伊明仔载都无去啊。安尼伊的作用是啥？伊的作用是啥？这就是大家去夜间探险的发现，这个荧光蕈，嘿，啊，感觉伊足特殊的，因为伊发的所在就伫咧山顶，迄竹林、竹头遐，啊，所以伊变成是一个特殊的物种。啊，伊会出大片安尼无？无，伊就是安尼。一撮安尼。哦，我想讲，那是规大片，大家拢足侪撮的安尼，安尼做成个，安尼吼，会做成个阿凡达的电影有无？对，你讲到重点嘛，所以大家暗时啊要去看这个荧光蕈，就是阮的夜间精灵。哦，就神奇呢。对，吼，过来，树林内底有塔壳就好食，对无？塔壳毋是伫海底。
我伊拄食伊个，就伫咧山顶啊，阮伫山顶哦，伫垦丁的山顶哦，有塔裤，大家来约看卖，是那山顶的有塔裤。我感觉应该嘛是另外一种植物啦。哦，形啦，形有生塔裤迄啥物羊角蕨，鹿角拿，鹿角兰，无遮简单，无遮简单。唔是吗？嘿，而且伊是400年的老爷爷哦。安尼就树啊，树木，新木。爱用的物件是伊的对一个部位。伊若会使安尼洗出去，就是筋啊，筋哦，筋，啊是迄过鸟叶，伫咧树仔顶悬，过鸟无法度400年吼，400年，啊是像榕树迄种的有哦，七根，迄是会行路的树啊。嘿对，会行路的树啊。咱即摆讲的是塔裤迄根，安尼哦。药是啥物部位？但是有接近啊啦。有人有药着。好，咱来看正确的答案。啊？咱来用塔裤，树哪内底的塔裤到底是啥物？塔裤。哇，真正出色个。对，这有香无？板根哎，这有淡，这我感觉较无像塔裤呢，较像溜呢。啊，像溜啊！食一只安尼就大只蛇。啊，毋过蛇来讲，伊就是算讲伊这是板根状的。哎，哇，好，所以伊的名叫做银叶板根。啊，伊是400年的老爷爷，啊是那伊会叫做银叶板根吼，就是照伊的树形来号名。你看伊的板根，一板一板，啊，这个板根伊是有功能的哦。因为咱拄则介绍是，阮的社顶是毋是拢是珊瑚礁？40万年前为海底浮起来珊瑚礁，所以伊较大的土地拢总是珊瑚礁。啊，伊要安怎挖？伊就是爱有即个板筋，毋是伊板筋安尼洗出来有无？啊，若透早有人还是小动物行过时阵，伊拔倒，拔倒了爬袂起来。啊，即个树老爷爷暗时呢就安尼，夹起来，这是老的讲，你讲黑山老妖啊，倩女幽魂来。咱这已经想过甲伊戏剧化去啊吼，其实伊是为着求生存。啊，是要为着喘气，也是要伊咧生的时阵爱过遐珊瑚礁。咱这伊唔才家己用甲足惨。伊要落去土地，袂当落去对无？啊，伊着洗板，啊洗板伊会流水，甲迄个水流落来伫伊的板根跟板根中间，因为伊的根无法度撑落去了，伊的板根流水，还有一些腐殖伊的养分。伊就变成家己有一个区域，啊去渗水，对，伊家己嘿，家己渗水，嘿，家己有蓄水池，就家己生钱换出来咧，啊，是安尼，水就伫遮内底啊。啊，佮较神奇的，咱要来讲，吼，我甲你讲，伊的籽啊才是国水，伊的籽啊吼，拢总是纤维质，伊是上厉害的。漂流植物，海漂植物，哦，嘿，哇，这大粒对，大粒，对，有搁较大粒。阮老爷爷的籽仔是伊的2倍大，哇！啊，要甲恁介绍这粒籽仔哦，因为吼，伊是足特殊的这种的籽仔型，吼。啊，我甲伊号一个名，伊叫银鸟。银鸟哦，银两，有先银鸟嘛？嘿，用咧有另外一个想法。你讲出来。伊这看起来做成咸蛋超人的咧，伊这边个画2粒目睭啊！你真正是对象，你要有想象力看，所以你是不是要谈你只要甲画目睭，伊就变咸蛋超人，啊，佮会当顶管上色。吼，啊，咱这个银叶板根的籽仔，我叫银鸟。啊，咱家银鸟甲伊称好做伙，是毋是一整串的银子？是。啊，我甲伊称好做伙了，我就甲送互朋友，我就是祝福你。送银鸟。对。哦。互你大赚银两。哦。安尼知无？嘿。这嘛是一种乐器，对无？对。两个若是合作伙，你的声足好听呢。啊，这有像迄阿萨乐器。
有一种迄南美洲的乐器阿萨拉托，伊2粒啊，伊中有一条绳啊，啊，你就安尼害咧害，伊会安尼撞击就有声。啊，伊这指啊吼，对阮来讲，伊是甲阮生活是息息相关吼。啊，阮有用这个指啊来做真济吼，足水的作品哦。啊，所以吼，咱真吼，就要来互大家了解，咱伫咱的森林内底遮的魔法。森林生出来指啊，阮会当做什么种的创作？互大家去了解讲大自然互咱的物件，真正无简单。嘿。所以咱今摆要来 DIY， 要家己做就对啊。你哪会知？你哪会破梗吼？你对这我已经讲啊。爱先来邀请你的岛南好朋友啊。好对，还是你的安娜达对无？啊，对，啊，咱进来邀请咱的岛南的好朋友吼，啊，透过伊的巧手，伊甲足侪伫阮的魔法森林内底摕种子改做无共款的呈现。是，好吧。啊，即马就来邀请吉米老师的岛南好朋友，嘛是经济魔法师腾哥。欢迎！你好！咱过来！看起来足过瘾来，啊，这是什么？我要送阮的，哇，见面就礼物咯，这嘛是种子，这是什么树籽？什么种类的？国语叫做琼崖海棠。哦，海棠，琼崖海棠，琼崖海棠，琼崖，不是琼瑶，不是琼瑶，崖是悬崖的崖，琼崖，台语敢会晓念？袂晓苦，伊叫做高卡啊，高好的意思，高卡，所以足高的对啊，对，啊，搁加一个红。高卡啊，红高卡啊，伊毋是红的啊，毋是，伊变色的是安。啊，伊要安怎才会变色？这是开始的时阵，一开始是安尼，一开始青高卡啊，对，青高卡啊，啊，过来就变安尼，红高卡啊，对，变有无？变安尼，啊了你甲腾壳了，伊内底有这毛下着，敢若也是咧，纤维，纤维，啊这毛佮甲用掉就变安尼，就变安尼，先是变安尼，伊到最后就变无毛高卡啊，无毛，等于讲种伊无穿衫的，对，就真了安尼，盖清气。所以这内底你会使甲开一拍电火，就变夜灯啊，就对啦。嘛是会使。啊，伊这是挂伫手啊，挂破了，还是伊这是要摕来创啥？对哦，这是摕来分。摕来分？对，摕来分。哦，唔是安尼，唔是安尼分哦。足重诶，这是啥物画面啊？你咧分的时候，你靠着家己鼻啊，家己鼻啊，啊，你等正正是这串呢。练活量啊，练手歌啊。这了阿公阿嬷分的。啦，无啦，这是分有作用的啊。老师你来教一，伊是鼻啊，鼻啊，嘿，安怎讲是鼻啊？是安怎讲？空无？有可能。你有看到有空无？有一空。这空就是要分的。迄风安尼甲分入去。哎呀，不过通常拢鼻啊有两空以上的较有声。反正一空都。一空都你示范一下。哎呦，哦呦，好无？哎，厉害呢！你不是介小金，是叫你，你是灌起来哦，灌是用金的啊，灌给数，小酒嘞，好食无？有困点就做小酒嘞啊。哎，你无声。你爱搞？你想啊，我要困者。就准备放流。哎呦，点啊！哎呦，哦，红塔，你收大力啦，你收大力啦，收大力，你试看大牌，你试看。来。你完全无，手艺无遮
简单。所以爱安那用爱。因为咱要教上讲话，恁知无？你拄好挑到一个声就行诶，我搁分一解互恁听。好。哎，暗公叫，暗公叫，暗公叫，不是会掐。搁一解好无？一个说。辣椒，伊真正是有去大自然。对嘛？啊，辣椒有几落种？倒一种药，伊要着辣椒叫就无简单。时间不够，时间揭晓，记得给他揭晓一下。舌音。抓鹰，鹰是什么鹰？大冠椒，伊只抓，阮兜边啊山顶管就是大冠椒呢。啊，你正开始登去练，你来当甲伊聊天，你来你隔壁山顶开始分。伊若头尾背就来，伊就来。你两个我，你去叫伊去帮你买红茶了。我拢叫我帮伊了，足贵的。我叫人运费。对，村中大自然，无意。爱那个考你搞。音频爱知，爱对哦。啊，无一般人若袂晓分的，拢足济拢袂晓分哦。拢对啦。有声呢，你试看啦，你试看。我都分无声。啊，来是这种声音免足大力的，先忝。互你一个技巧。有一个技巧。你讲是安那个教教者？对好之后，下面90度介90度的垂直。甲这个空90无？对，90。安尼哦，向下骹出分落来。无要紧，再看看练，嘿。哎，有声音像分出来。哦，这看看练。缺氧。我讲咱若是较运费立的好，你真正头壳足戆的，真正头足痛。到分讲，我即摆分啥物，伊就知影我要叫伊创啥无？伊毋是叫伊创啥？毋是叫伊创啥，啊，就是要甲伊开讲。对。比如讲，你会使甲伊讲啥物？食饱未还是安那？食槟榔啊，槟榔什么鸡？无用迄个音频甲伊对话，伊会去吹，你声伫倒？你伫倒？伊伫吹。啊，若唔袂晓分的人，伊就要插你啊！啊，你爱分啥物，伊才会来吹？我若分长音，伊就会甲我回应。对，哎，长音也甲你回应。因为伊嘛是咧找女朋友啦。嘿，啊是讲啊有人咧甲我叫我来找看卖下。啊，你要叫你阿去过无？我甲你讲正经诶，我伫遐社顶迄公园内底带团时，我的 BB 啊啦，我的护理啊啦，甲喷的时阵哦，迄婴仔就飞起来啊。哦。啊，伊会出声，因为伊叫是伊的朋友咧甲伊叫。伊会去吹。伊会去吹哦。你莫看这恁真诶算足好算诶，其实伊无简单。嘿，咱位置啊开始扣转来吼，啊，咱真上简单诶动作，互恁做。哦，咱来试看。甲内底诶人家学出来。你也先甲。你看我遐有清气。来，学看麦，来，学看麦，学迄个人。学人来。学看麦。嘿，来，你要用耳啊，还是要用鸟啊来鸟？即安尼好解哦，清气哦。对呢，阮本来这粒是空心的，这是内底有梨，有梨，嘿。会使食吗？唔好食，咱真无建议咱食。这里会黏呢。啊，毋过吼，我要甲恁讲哦，咱等学出来的人，伊是一个足好的功能。功能，这有功能哦。你看吉米老师的手吼，虽然两边手吼，筋骨啊都无共。对。吼，有无？你这个，哦，这个这边较水对无？这边较水哦，吼，对。有无？你啦，有礼貌。来，啊，因为我大概若学的人，我拢甲涂左边。是哦，护手霜哦。伊是防晒。伊是防晒油。因为伊这学起来冷香，油，油，伊会做油的。你讲我你手，你讲哦，这阿抹手。嘿，你加学挂，安尼无够。安尼哦，我先差不多爱红豆蛋来加学挂。有诶，你甲学较内底，伊会较油对。你的真油，嘿，伊种咧。哦。安尼伊的身体较油倒。啊，伊这感觉用赖打去甲烧者。花去啊，我所以你著做公益师无遮尔啊简单的。伊这学出来直接用
一只抹起你就好啊。讲用迄免免，所以我若有时啊，伫迄山内底，我若无，为了看到这，我会家乌认出来。我甲伊拍开。安尼就拢袂拍乌啊，就对啦。伊个袂晒伤，毋是拍乌。防晒油的目的毋是袂拍乌哦，是袂甲伊拍受伤哦。嘿，你毋好叫是抹白粉安尼哈，你误会咯。伊来咧，看起来是安尼。哦，你规粒个乌，嘿，冷硬啊，冷硬。啊，你正甲伊用我开，伊才有油，你甲伊摸就油的，嘿安尼。你甲擂，你甲擂看卖，你甲擂，来你的手，嘿安尼，吼安尼。啊，这冷感会当无啊？会当。啊，毋过这有一个气味，气味有的人无要接受这，因为咱这无制作过嘛，所以伊迄个气味有的人，我是感觉我无介意迄个味，啊我不爱手的吼，拢袂拍臭火干。不过你若讲摕上寒天。皮肤较干，你嘛会使用。对，啊，你爱家己堆好烂，啊堆好烂了，用迄个刷布包起来有无？你就会当大面积。乳油不过油的感觉。有淡薄仔迄种的效果，对。嘿，啊，这拢是咱种，嘿对。其实足水的。这拢是咱的经济吼，各式各样的经济家己创做伙，啊，伊个是丰收，这是丰收的意思呢。这像阮原住民丰收吼，收获季，啊，这若丰收家己串在一起送互朋友吼。就水呢，做一个人伊咧笑，你看伊咧笑。啊，伊的女朋友伫遮。啊，这男朋友，男朋友伫遮，这是一对，这是一对，这两个才一对啊！你莫来啦，你走啦！嘿，真香哎！啊，这我有改好一个名，叫做拄着桂林，拄着桂林，拄着桂林，哇，对。够水，啊，伊遮拢是各式各项的种子，啊，我拢会使家己拣讲我要啥物款的种子，啊，恁较帮我甲做一个公路片。对，嘿，啊，这就是阮伫个社顶吼，安尼去捡回来的籽啊。咱无熟的籽也袂使创作，一定爱伊是熟的，有熟，伊才会当做创作。啊，毋是捡回来就会使用，爱放3个月到半年。啊，无会发芽，咱爱互伊木质化。哦，伊较会长，较会发光。这伤嫩，你螺丝创啥拢袂使落，你插入流水开去。啊，搁来一个是会，搁青青会生糖。你莫家己去捡啊，去找老师就对啊。你捡到3个月，你又袂记哩啊？因为老师今仔讲这故事遮精彩，你无去敢会使，对无？一定爱行一届。咱老做也是毋够一集袂使出外景。你说你安尼啊？你大量你就两个去比去吹。对啊，当然要吹出来啊！后一集咱嘛会使找新味做伙来啊。无后一集就去恁兜啊，去考。你若带着我，我都叫迄专员来帮你买红茶，哦，点阅率冲厉害啊！所以今仔日咱这集听了，你感觉要来无？咱若要来吼，咱这鼻仔甲分到较大声，做伙来，好不好？1、2、3，到底要来无？绝对去的，我做伙来，我要来。